大家好，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如果有一日外星人要侵略地球，你覺得人類會點樣反擊？係好似天煞地球反擊戰咁，美國總統親自揸戰機去炸飛船，定係好似漫威電影咁，有超級英雄出嚟拯救世界？2005年，揭密日嘅導演史提芬史匹堡聯同湯告魯斯俾咗全世界觀眾一個最寫實亦係最絕望嘅答案。當高等外星文明真係要清洗地球嘅時候，人類根本毫無反擊之力。我哋冇神級武器，冇反攻嘅計劃，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好似蟲蟻咁樣四圍逃跑。今日我哋繼續神級科幻系列，呢套戲算唔算係神級就見仁見智。不過我個人覺得佢都算係被人低估嘅科幻災難作品《強戰世界》War of the Worlds。當年上畫時都引起咗啲爭議。喺呢套戲之前嘅史匹堡拍嘅有關外星人嘅電影都係講外星人係善良嘅，但呢一套戲入面嘅外星人係邪惡嘅侵略者。而史匹堡最後係有出嚟解釋翻點解今次嘅外星人唔係善良嘅。我最後會講翻佢當時講咗啲咩。而家嚟講翻個故事先。故事嘅主角叫 Ray， 由湯告魯斯飾演。佢唔係咩英雄，佢只係一個喺紐約港口做起重機操作員嘅基層藍領。喺生活上，佢更加係一個失敗者，同老婆離咗婚，性格自私，脾氣暴躁，同兩個仔女關係極度疏離。呢個禮拜尾，前妻因有事，所以將大仔 Robbie 同細女 Rachel 交俾 Ray 照顧。但係就喺呢個平凡嘅下晝，天文異象突然發生，天空無端端佈滿巨型嘅烏雲，氣溫瞬間暴跌。最詭異嘅係，天空開始瘋狂劈咗好多個嘅閃電。呢啲閃電好奇怪，竟然全部劈中同一個定點，而且完全無雷聲。伴隨住閃電嘅係全個城市嘅電子儀器、車輛、電話、手錶，喺一瞬間全部報銷，陷入歷史性嘅大停電。好奇嘅 Ray 剩翻兩個仔女喺屋企，然後自己一個行咗去閃電劈中嘅十字路口八卦下。大批市民聚集喺度圍觀，之後地面開始無故裂開，發生強烈地震。突然間，地底深處傳出一聲極度沉重，好似號角一樣嘅巨響。緊接住，一個巨大嘅鋼鐵怪物破土而出。呢個怪物有三隻巨型嘅鋼鐵長腳，叫做三腳戰機 Tripod。佢巨大到好似一棟幾十層高嘅摩天大樓，全場市民仲未反應得切，三腳戰機就已經啟動咗佢嘅武器高熱死光。死光掃過之處，人類瞬間氣化，直接化為一團灰燼。建築物爆炸，汽車飛起。Ray 親眼睇住身邊嘅人化為塵土，佢嚇到發瘋咁跑返屋企。當佢衝入屋門口，成個人由頭到腳都沾滿咗剛才鄰居被氣化後嘅骨灰。Ray 意識到大難臨頭，但佢竟然揾到全鎮唯一一架換咗新零件而又冇電子儀器，仲可以開得喐嘅舊車。佢帶住仔女喺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之前，拼死開車逃離紐約。Ray 嘅目標係帶仔女去波士頓揾前妻，但逃亡嘅路上，比外星人更恐怖嘅係崩潰嘅人類物競天擇。當佢哋開車去到一個小鎮時，成千上萬逃難嘅災民見到 Ray 架車竟然行得走得，所有人嘅人性底線瞬間崩潰。無數嘅人湧上去砸爛車窗，有人開槍，有人將 Ray 拉出車外毆打。為咗保護仔女， Ray 只能眼白白睇住架車被一個攞住槍嘅男人搶走。一眨眼，佢哋由有車階級變成咗只有雙腳嘅難民。Ray 帶住仔女行到去渡輪碼頭，希望坐船過河。碼頭擠滿咗幾萬個絕望嘅人。當渡輪緩緩開出嘅時候，山頭上突然又傳嚟嗰聲恐怖嘅號角聲。幾架三腳戰機由迷霧中走出嚟，佢哋好似捉魚一樣，用巨型嘅機械觸手將地面船上嘅人類成個捉起，丟入戰機內部。更恐怖嘅係，其中一架戰機直接衝入河入面，整翻咗成隻渡輪。Ray 抱住細女 Rachel 喺冰冷又佈滿死屍嘅河水入面拼死游返上岸，而大仔 Robbie 親眼睇住美軍開火反擊，但被外星人嘅能量防護罩全數彈回嘅絕望畫面後，激發咗麻木嘅反抗心。
喺一片混亂嘅山頭上，Robbie 執意要跟隨美軍一齊衝上山頭反擊。Ray 面臨人生最痛苦嘅抉擇，佢一邊要拉住想去衝鋒嘅大仔，另一邊細女又差啲被路人帶走。最終 Ray 見冇辦法可以阻止 Robbie， 唯有選擇保護眼前嘅 Rachel， 只能眼白白睇住大仔消失喺戰火漫天嘅山頭背後。隨後成個山頭被外星人嘅烈火吞噬。嗰一刻 Ray 以為大仔已經死咗，失去大仔嘅 Ray 抱住受驚過度嘅細女，匿入咗一間荒廢屋嘅地下室。地下室入面仲有一個幸存者叫哈倫，由添羅賓斯飾演。添羅賓斯係主演好耐之前一套好好睇嘅戲叫《月黑高飛》，呢套都係一套好戲，不過唔係科幻片，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自己揾嚟睇下。繼續翻個故事，哈倫因為親眼目睹全家被殺，成個人已經精神失常，滿腦子只係掛住要喺地下室反擊班外星怪物。喺呢個密閉嘅地下室，史匹堡拍出咗整部戲最令人窒息嘅驚悚感。外星人放出一條好似條蛇一樣嘅光學探頭，伸入地下室搜查。Ray、Rachel 同哈倫三個人喺黑暗中忍住呼吸，跟住個探頭不斷移動，好幾次差啲被發現。隨後幾隻外星人甚至親自走落地下室。呢度我哋第一次清楚睇到外星人嘅樣，佢哋有3隻手指，頭部巨大，身體好脆弱咁樣。最驚恐嘅一幕就係 Ray 望向窗外，發現外星人將全個地球嘅表面鋪滿咗一層好厚嘅紅色植物，而呢啲植物嘅養分竟然係外星人捉到人類之後，將人類嘅鮮血直接噴灑喺地面上，成個世界變成咗一個巨型嘅血紅色屠宰場。呢個時候，哈倫攞住支槍，經常想反擊外星人，而且開始瘋狂大叫。如果佢繼續叫，外星人一定會發現匿埋嘅 Rachel。Ray 呢一刻知道，如果哈倫喺度，佢哋父女二人就一定會被外星人揾到。所以為咗保護個女， Ray 做出咗全片最黑暗嘅決定。佢用一塊布綁住 Rachel 嘅眼，叫佢唱歌，唔好聽外面嘅聲音。然後 Ray 行入黑暗嘅房間，親手殺死咗同為人類嘅哈倫。但好景不常， Rachel 最終都係因為驚而跑咗出屋外，被3腳戰機捉走，被掉咗入去戰機腹部嘅鋼鐵籠入面。Ray 為咗救個女，執起一袋美軍留低嘅手榴彈，主動俾外星人捉埋。喺戰機嘅籠入面， Ray 目睹外星人將一個活人拉入體內吸血，跟住就到佢被拉咗入去，而其他喺籠入面嘅人就嘗試合力拉住 Ray， 而 Ray 趁機將拉開咗安全掣嘅手榴彈塞咗入外星人嘅吸血通道。一聲巨響，3腳戰機內部爆炸，鋼鐵籠跌落地下，成功救返 Rachel 同其他人。最後父女終於趕到波士頓，但一入城，佢哋發現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原本好強嘅3腳戰機竟然一架接一架咁撞向大廈，最後癱瘓喺地上。Ray 留意到戰機上面嘅紅色植物已經枯萎，而且外星人原本堅不可摧嘅能量防護罩消失咗。美軍把握機會，用火箭炮輕易將戰機擊毀。當戰機嘅艙門打開，入面嘅外星人一隻隻爬出嚟，最後吐出綠色嘅液體，死喺地上。電影最後由 Morgan Freeman 嘅旁白作結，殺死外星人嘅唔係人類嘅武器，而係地球上最微小嘅生物細菌。人類花咗幾百萬年，用無數嘅犧牲，先喺呢個地球上獲得咗對部分細菌嘅免疫力。而外星人雖然科技高度發達，卻對地球嘅微生物毫無抵抗力。佢哋一嚟到地球，呼吸第一口空氣，飲第一啖水，就注定咗會全面潰敗。最令人驚喜嘅係 Ray 去到前妻屋企時，發現大仔 Robbie 竟然奇蹟生還，一家人喺廢墟中擁抱，故事就 happy ending。開初時講咗史匹堡解釋點解佢之前拍嘅幾套電影都係講友善嘅外星人，而今次呢套竟然破壞咗大家對外星人嘅幻想。佢話其實喺讀大學時拍嘅人生第一部有關外星人嘅戲，都係講外星人侵略地球，外星人殺地球人，同埋佢一直都係有呢個睇法，只係呢幾十年嚟大家誤會咗佢。另外呢部戲喺2005年上映，距離美國911恐怖襲擊只有4年。
史匹堡其實係借外星人入侵去還原911發生當日紐約市民嘅集體恐慌。你留意下戲入面嘅細節，無預警嘅全城停電，大樓倒塌時滿天飛散嘅文件紙張，主角滿身沾滿鄰居氣化後嘅灰燼，市民喺街頭瘋狂尋找失蹤親人嘅報告欄，呢啲全部都係911當日紐約街頭嘅真實寫照。史匹堡拍出咗當時美國人心中最深層嘅恐懼。原來我哋以為最強大、最安全嘅國家喺未知嘅襲擊面前係可以咁脆弱。最後好多人當年睇完，覺得外星人居然被細菌毒死，係超級大爛尾。但事實上呢個結局係作家威爾斯喺1898年嘅同名原著小說入面嘅精髓。呢個結局帶出咗一種極大嘅宇宙諷刺感。人類自認為地球嘅主宰，外星人自以為宇宙嘅高等文明，但最終決定命運嘅竟然係微不足道、微觀世界嘅細菌。咁係喺度告誡人類，喺自然與宇宙嘅規律面前，無論科技幾發達，傲慢先係最大嘅生存障礙。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大家覺得強戰世界個結局算唔算爛尾？歡迎留言話我知。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請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多謝收聽收睇，我哋下集再見。